朗拿甸奴背身妙傳俾美斯，後者起步加速，成班皇馬球員攔都攔唔住，結果俾佢成功起腳射遠。歡迎翻嚟 LF90，我係拗波叔。嚟緊星期日晚，今個賽季西甲冠軍好大機會可以分出勝負，因為榜首嘅巴塞隆拿將會喺主場迎戰排喺第2位嘅皇家馬德里。兩隊嘅恩怨相信唔使我多講，每次交手都一定會鬥過你死我活。而正因為呢種勢成水火嘅關係，自古以嚟只要邊個球員喺國家打比入到波，就可以快速俘虜幾隊球迷嘅心。今日要同大家重溫嘅2006-07賽季國家打比，你又記唔記得有邊位球員成為英雄呢？作為06年聯賽同歐冠衛冕冠軍嘅巴塞隆拿，為咗進一步加強球隊嘅實力，新賽季由陷入降班風波嘅祖雲達斯手上收購咗森保達同杜林兩位後防猛將。不過喺進攻方面，巴塞就冇做太多嘅調整啦，因為陣中王牌朗拿甸奴延續住上賽季嘅優秀表現，仲同佢最喜愛嘅新星美斯一齊大踢快樂足球。而美斯有幸喺呢位巴西天才身邊學藝，球技亦都變得越嚟越好，慢慢成為咗正選常客，同球隊喺季初一齊大殺四方。不過唔知道係咪時任領隊列卡特嘅戰術開始被睇穿，由季中開始球隊狀態就開始出現飄忽不穩，聯賽一直冇辦法拉開領先優勢，而歐冠更加喺16強淘汰賽就爆冷出局。面對即將到來嘅國家打比，當時巴塞隆拿可以話係不容有失。至於另一邊嘅皇家馬德里，近況又係點樣呢？曾經無限風光嘅銀河艦隊喺經歷過3年冇冠之後，終於喺06-07賽季正式解體。新教練卡比路上任之後，隨即大刀闊斧，除咗清洗朗拿度同埋棄用碧咸，亦都簽入咗應屆金球獎得主簡拿華路，一改以往有前冇後嘅踢法，為球隊再次做翻好攻守平衡。不過呢種注重防守嘅戰術，並未受到球迷歡迎，而且球隊成績亦都冇太大進步。當季皇馬喺歐冠同西班牙杯早早出局，嚟到今日要踢嘅國家打比之前，仲喺聯賽落後巴塞隆拿5分，排緊喺第4位。換句話講，今日呢場6分波，皇馬如果輸埋就真係可以提早完季啦。今日嘅國家打比將會喺巴塞隆拿嘅主場進行，皇馬對上20年作客老營，只係贏過1次咁多。不過歷史數據喺冇退路嘅球隊面前，或者不值一提。到底今日嘅勝利最後會屬於邊一隊呢？我哋即刻翻現場睇睇。陣容方面，巴塞隆拿主教練列卡特展現出全取3分嘅決心，今場採用3-4-3嘅強攻型陣式。門將係域陀華迪斯，三中堅由左至右分別係隊長佩奧爾、奧利古亞同埋杜林。中場方面，馬基斯同沙維拍檔打雙防中，而左右中場分別係迪高同埋恩尼斯達。最後前場三叉戟係無論幾多年後都仲會有人回味嘅朗拿甸奴、伊杜奧同美斯嘅黃金組合。至於皇家馬德里呢邊，主教練卡比路今場排出4-3-3陣式。門將係卡斯拿斯，後防線由於卡魯士同埋簡拿華路有傷在身，所以今場4名正選由左至右分別係米基爾托里斯、希古拿、沙治奧拉莫斯同埋沙加道。中前場皇馬充滿住新面孔，季中加盟嘅加高今場會踢單防中，聯同前面嘅迪亞拉同古迪一齊助攻助守。而皇馬嘅前場三叉戟，除咗有銀河艦隊僅存嘅魯爾之外，仲有2位新人希古恩同埋雲魯雲尼斯達內。主場嘅巴塞隆拿首先開波，比賽正式開始。同賽前預料一樣，兩隊一開波就埋牙對攻，比賽節奏非常明快。第4分鐘，希古恩左路橫傳被擋出，空勢嘅雲魯睇定撞射破網，1-0。說時遲那時快，皇家馬德里今場第一腳射門就成功製造到入球。慢鏡睇翻呢球，域陀華迪斯嘅企位似乎麻麻地，面對禁區外嘅射門竟然做唔到撲救動作，就咁企定目送個波入網。落後嘅巴塞隆拿隨即反撲，喺皇馬後場不斷發起攻勢。第11分鐘，巴塞精彩短傳配合，空勢嘅美斯攞到波單刀射穿卡斯拿斯十指關，1-1。巴塞隆拿火速追成平手。呢一球亦都係年僅19歲嘅美斯第一次喺國家打比取得嘅入球。07年嘅美斯絕對係足壇一位無人能擋嘅明日之星。不過老營嘅球迷只係開心咗冇幾耐，皇馬終於開波打快攻，成功製造12碼。出腳踢啲古迪成為罪人嘅奧利古亞，自己亦都收咗一面黃牌。12碼由當季皇馬首席射手雲尼斯達來處理，結果佢冷靜射地波入網，2-1。雲魯攻入個人當季第14個入球，協助皇家馬德里再次取得領先優勢。比賽只係進行咗13分鐘就已經有3個入球。西班牙國家打比好睇之處就係雙方一定會積極進攻，永遠唔會以和波嚟做最大目標。第18分鐘，朗拿甸奴放直線俾伊杜奧，後者單刀面對卡斯拿斯錯失機會，被對方擋出射門。
3分鐘之後，朗拿甸奴表演球技，拉莫斯一直都攞唔到細哨波，一怒之下直接起腳犯規。賽前已經傳出帶傷上陣嘅細哨表情非常痛苦，好在喺接受治療之後可以繼續比賽。第26分鐘，朗拿甸奴吸引防守之後傳俾伊度奧，後者射門軟弱無力，被卡斯拿斯一抱入懷。睇嚟非洲獵豹今日冇着到射門鞋上場。1分鐘之後，繼續係巴塞攻勢，細哨嘅射門被擋出唔緊要，因為仲有美斯補射入網。巴塞隆拿施展一連串嘅狂攻，終於收到成效。美斯梅開二度，將比數改寫成2-2，兩隊又要翻返去起跑線上，重新出發。得勢不饒人嘅巴塞隆拿重新開波之後繼續進攻，細哨加美斯嘅組合實在令皇馬後防相當頭痕。不過皇馬都唔係一味死守噶，第38分鐘，希古恩禁區外射門柱邊出界，只能夠講兩隊當年都係攻強於守。轉個頭，巴塞打反擊，細哨同美斯精彩配合後橫傳入小禁區製造威脅，可惜趕上嚟嘅伊度奧被防守力逼之下撞射出界，錯過咗反超比分嘅黃金機會。補時階段，奧利古亞魯網從後踢跌加高，球證果斷向佢出示第2面黃牌，兩黃一紅嘅奧利古亞結果完半場前被趕咗出場。原本形勢較好嘅巴塞嚟緊成個下半場都要打少一個，列卡特中場休息嘅時候真係要諗下點樣應對啦。喺睇下半場之前，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條片同埋撳個訂閱，方便手睇更多傳奇經典。下半場出返嚟，比賽繼續保持高速節奏，不過皇馬明顯把握住打多個嘅優勢，撳住巴塞嚟攻。第64分鐘，雲尼斯達萊獲得半單刀機會，好在域陀華迪斯做翻場好戲，反應夠快，及時擋出雲魯嘅粒射。轉個頭，皇馬不斷用長傳攻勢揾到入球機會，不過雲魯連續2次射門都被域陀華迪斯成功擋出。呢位當季表現備受批評嘅巴塞門將，終於喺下半場交出表現。第73分鐘，古迪右路罰球斬入禁區，拉莫斯壓個佩奧爾一頂破網，3-2。下半場一直攻到呢一刻嘅皇馬，終於第3次取得領先。慢鏡見到呢球拉莫斯原來係用後尾枕頂埋去，個角度刁轉成咁，難怪連續救咗幾下嘅域陀華迪斯都要舉手投降。落後嘅巴塞隆拿冇辦法再死守，決定同皇馬對攻到底。恩尼斯達率先用一腳射門為球隊吹響反擊號角。第79分鐘，馬基斯禁區外凌空窩里射門，好在卡斯拿斯冇瞌眼瞓，及時單手將個波托出底線。隨後一段時間，巴塞嘅攻勢越嚟越到肉，明明打少一個嘅事實冇改變到，但係踢出嚟嘅攻勢完全睇唔出係10人應戰嘅狀態，唔知道係一心死守定係真係組織唔到攻勢。喺比賽最後嘅10分鐘，皇馬莫講話起腳射門，就連半場都好難過得到。補時階段，朗拿甸奴背身妙傳俾美斯，後者起步加速，成班皇馬球員攔都攔唔住，結果被佢成功起腳射遠柱入網，3-3。美斯踢到90分鐘，竟然仲有呢種細膩嘅控球技術同埋速度。呢球雖然看似簡單，但係實際上控球、帶波同埋射門3樣缺一不可。能夠將咁高難度嘅入球演繹得如此輕鬆，相信真係只有美斯一個。補時最後一刻，細手瀟灑過人，大波殺入禁區後跌低，不過充滿體育精神嘅佢馬上起翻身再搶波。球證最後冇俾12碼之餘，兼反吹細哨手球，呢個判決合唔合理就留翻俾你哋判斷啦。最終球證吹完全場比賽，主場嘅巴塞隆拿憑住美斯大演帽子戲法，喺半場打少一個嘅情況下，戲劇性逼和作客嘅皇馬，驚險攞到守住榜首之位嘅關鍵1分。3度落後，3度追和。對上一次喺國家打比上演帽子戲法嘅巴塞球員，已經係13年前嘅巴西傳奇羅馬尼奧。呢個充滿難度嘅成就，今日19歲嘅美斯成功做到。雖然當季巴塞最終被皇馬反超搶走聯賽冠軍，但係能夠確立到朗拿甸奴嘅接班人，相信先係巴塞最大嘅收穫。而喺職業生涯初期遇到毫不記才甚至傾囊相助嘅細哨，亦都係美斯最大嘅幸運。朗拿甸奴同美斯就好似生於足球帝王之家嘅兩兄弟咁，細哨曾經做過帝王，但係佢睇得出美斯嘅天分比自己更高，所以在位時一直對美斯悉心栽培，直到細哨要離開皇位嘅時候，佢冇任何惋惜，只有無限期待，因為佢知道美斯統治足球嘅時代即將來臨。後來美斯嘅故事我哋都好清楚，6冠王、7奪金球，仲有超過10年嘅皇馬黑星。相信喺世界某個地方踢緊快樂足球嘅細哨，永遠會為自己親手栽培嘅皇帝感到自豪。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就吹雞完場啦，歡迎留言講下對呢場波嘅回憶同埋睇法。我係拗波叔，下次再同你哋重溫其他嘅傳奇足跡。拜拜。